Mocha 到咗上堂時間，當然繼續有 Kiko 帶領 Mocha 啦。原因佢真係唔識得社交，遇到其他狗容易闖禍。相信好多人都認同柴犬係固執，有特定嘅性格模式。我哋喺街度碰到兩隻柴犬，不如問下主人狗狗性格如何，有冇機會俾我哋行近？係8歲啦。8歲。佢緊張嘅，唔識唔得嗱，可能佢吠一下㗎係咪？但佢冇嘢。Chopper 冷靜啊嚇！好啦，嬲啦嬲啦！啊！你鬧人，你想死啊你！有。收，行過嚟，收佢。佢好似㗎。唔得，行開，慢慢行。啊呢度驚嘅。慢慢行開。要。唔知大家有冇遇過啲情況，其他狗主甩咗繩，狗狗又行緊過嚟，加上自己愛犬又唔識得社交，容易同其他狗衝突，可以點做呢？好似見到依個畫面為例，相反方向慢慢行開，減低意外發生。學習社交當然唔係走咗就算，主人要重新帶領一個 calm 嘅能量俾 Mocha 入去狗群堆。Mocha 放鬆咗，接受其他狗能力大咗，下集 Kiko 幫唔幫到佢呢？